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即点咱备办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伫极悬的位，永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即点咱三角来吟圣诗，圣诗525首，圣诗525首。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愿为万民求主照顾，施恩达国达族，搁求顾阮最爱乡土，赐福伫阮本国。即点咱三角起立来吟。即点，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公，对จาก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出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下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最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下面咱三个来启用上帝的话。
记载伫启示文12篇，启示文12篇，也是记载诗篇40篇，像是。很对，咱三个来听。我内心听候上主，伊对死亡的陷阱，对土地中甲我牵起来。伊教我吟新的诗，唱歌讹乐咱的上帝。全心信靠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伊无拜偶像，上主我的上帝啊，你有为阮正成就真济奇事，你为阮安排的计划遐尼济，这事甲礼物你无爱，你有开我的耳孔通听。你对我的指示拢记伫如法，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叹。直接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因我全能的主，阮伫天里迄边，阮要搁一届来感谢你。伫过去的一礼拜，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即个安息的生日子，搁再做伙来到你的殿堂来敬拜你。虽然天气的炎热，致使阮肉体会无爽快，但是阮出阮入，主你拢要甲阮同在，有你的看顾，互阮一切拢会当得到平安。阮伫天地迄边，阮的主。阮是你创造的，不过阮承认，阮是软弱有缺陷的人。阮常常伫生活中不知不觉来犯罪，常常违背你的旨意，行事无正，言语有不信。阮为着阮的过失来向你认罪，恳求主你饶赦阮的无知，因为阮的知识。无够你的济，总是你有教示阮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你若照安尼行的，才有聪明。主啊，阮也求你清去阮的心，互阮会当用新的心灵甲正直的灵来敬拜你。阮也要感谢阮四周围的人，当阮伫困难的时阵，互阮安慰甲力量。阮也感谢你，每一届听起阮的祈祷，来用你的方式来回应阮的需要。主啊，阮也要为着阮当中有心灵孤单、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来恳求，求你医治的灵甲安慰甲因同在，使因平安。主啊，也求你赏赐阮勇气甲智慧，面对无公义的时阵，互阮为着弱势甲迫害来出声，互众人看起你的荣耀，也经历着你的慈爱甲公义，成做阮患难中的倚靠。阮也要为着这个世界的和平甲公义来向你祈求，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伫地上，如同行伫天上天里。阮伫天里边，阮的主，感谢你极大的恩典，使阮每一个亲近你的人，也求你赐福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阮也将一切的荣耀、尊贵甲恶乐，拢归乎你。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直接圣乐队赞美。
下面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踮咧看的经节有两位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90甲15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0甲15节，以及13章31节到35节。和合本记载伫新约，现着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功夫，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次，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你的天父也要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的过失，恁的爸也无要赦免恁的过失。第二位13章31节。搁说，譬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一粒芥菜籽，人提起也伫伊的园。这个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到伊大丛。是较大拢壮的菜色，线正做树，寄到空中的鸟来歇伫伊的枝。搁用譬如甲因讲，天国亲像羹，有人摕去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到拢发羹。这个拢是耶稣用譬如甲众人讲，若毋是用譬如，就无所甲因讲，来应验早读先知所讲的讲。我要开喙说，譬如签名创造世间以来所温捌的以上。下面讲到牧师今仔要讲的题目：愿你的旨意行伫地上。咱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线接顶主日。咱是第2个主日，要伫咱的圣经信息中间，咱要思考耶稣教咱安怎祈祷，以及祈祷对咱的意义。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大权能的主上帝。这个世界是你创造，你的智慧管过一切。你也爱阮，对伫你的话，学习你的道理，对伫安尼，阮也有你的智慧伫阮的中间。所以，阮伫礼拜的早起，阮做伙读你的话，也恳求上帝你的圣心帮助阮。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你将你的道理刻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哪来哪捌你，也会当因为有主你的道理伫阮的内面，互阮所行的一切，阮拢是充满信心甲望，阁会当用疼心来行动。阮伫讲道的大声，恳求上帝你圣神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拄拄读到耶稣教咱的主祷文第2句，就是愿主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像天里。当然，这进程是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伫地上，哈，愿主你的旨意伫成伫地上，伫地里像伫天里，吼。这个标题是咱和合本，吼，北京话。但是大声咱就想，讲到天国，也是讲，吼，有诶老一辈诶，咱长老教会牧师讲，莫讲上帝国，也是天国，伤过抽象。也是咱学伫了解，讲上帝圣国，即个神圣的国度，
上帝圣国。但是讲到国，咱就爱思考着，咱知影有个人欠缺地理的知识、地教的出笑话，亲像以前台湾还未民主化以前，一切拢是中国大中国主义，所以学校只有教中国地理，拢无讲到台湾的地理，也是台湾的历史。地教以前迄个相声内底讲什么？说我们读的地理变成什么？历史。以前那个相声，那个叫什么？今夜我们来相声还是什么的？在30多当前，真有出名的一个相声的表演，其中有一句话，我们的地理成为别人的历史。意思是啥物？真侪学生啦，读中国地理，读啊真熟，知影讲即个啥物？平汉铁路沿线经过哪个城市？结果30工前开始开放中国大陆的探亲了后，第一遍伊去中国旅游，然后咧，伊问人讲：“我知道，那个纵贯南北的铁路叫做平汉铁路。”结果去有迄个地陪讲什么？什么叫平汉铁路？叫京广铁路。原来，这就是欠缺地理的知识，就会有笑话发生。甚至以前真侪台湾学生会当读地理课了后，会晓背中国的长江沿岸大都市，对上游背到下游，对下游背到上游，倒背如流。结果咧，你若摕一个台湾地图互伊看，讲落水溪伫倒位，浊水溪在哪里？伊竟然毋知影台湾上长的溪流就是落水溪浊水溪，台湾长河浊水溪。这讲到地理的重要性。至少甲你相关的即个地理名词，你爱知影伫倒位。当然咱中间有地理专家啦我说在这边班门弄斧啦但是这是讲一个例，互咱知影。对你重要有意义的地理的一个名词，你至少爱知影伫倒位啊。我老爸安平人，至少爱知影安平伫倒位。然后老母是台南市人，市区的人，爱知影台南市以前叫府城，对无？你至少爱知影一个甲你有相关意义的地理名词，你至少爱知影，爱讲会出来，这是倒位？我的故乡是倒位？我的阿祖公是对倒位搬到倒位？你点会出来？讲我祖公本来是伫倒位，无论是福建、广东，也是台湾的东部花莲，也是伫即个府城，然后搬来台中彰化，你至少爱点会出来，讲会出来。但是咧，咱基督徒拢在讲天国、上帝国。上帝圣国，可能你是对台湾重要的地理的位置，你拢知影。但是上帝国、天国，这个神圣的国度，既然对咱基督徒的性命是这么重要，但是若问到你，你敢讲会出来？你敢讲会出来？你敢会当有信心讲出来？天国就是什么？上帝国就是什么？上帝国。所以，咱爱问咱家己：上帝国、天国
即个神圣的国度，属伫上帝的国度，到底伫倒位？咱知影伫福音书内底，当耶稣受掠伫罗马总督彼列多头前受审判的时阵，耶稣就讲，耶稣讲，伊的国度是无属伫即个世界。虽然讲犹太人是用要反叛、要建立反叛罗马政府的政治理由来控诉耶稣，直到耶稣互罗马总督即个殖民政权来甲伊掠去。但是耶稣大声地讲，耶稣讲伊的国度无属伫即个世界。然后新约最后一本启示录有描写，当时间迄个时间上帝定定的时间到，上帝的国度会对天降临，然后上帝会完全伫地上掌权。即个上帝国要伫地上来建立，但是咱基督徒，拢来严肃来问咱家己一个问题：安尼，即马上帝国伫倒位？对你来讲，即马上帝国到底伫倒位？敢是迄个18天地外的代志，以后的代志，甲我即马无关系？也是讲你讲会出来，当你分享上帝国，甚至当咱安慰咱主内兄弟姊妹，当因拄着亲人离开世间的时阵，当你安慰人，你讲以后伫天国，大家要搁一遍欢喜做伙。当你安尼安慰人的时阵，你心中敢会想，安尼天国到底生啥物款？天国、上帝国到底伫倒位？大声，耶稣甲咱讲，上帝国现在就伫咱的内面，所以耶稣定是一个死过活了后。耶稣对门徒分开，然后伊的门徒就领受着圣神，然后伫耶稣割活了后的即个五旬节，圣神降临到所有军队耶稣的门徒，然后圣神就将上帝国带来伫遮个军队耶稣的门徒的性命的中间，所以咱应该听过有传教者甲咱教导过，讲上帝国实际上就是上帝掌权，应该咱拢听过。但是对伫上帝国，然后咱用现代人会当理解的方式来解说，讲上帝国就是上帝掌权，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亲像新约甲咱讲的，耶稣。透过耶稣，上帝的圣神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所以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然后上帝掌权就是上帝国，所以有上帝掌权的所在，就是上帝国的所在，所以伫咱的生命互上帝掌权的状况下面，上帝国就活伫咱的内面，上帝国就活伫咱的内面。
所以，咱要了解耶稣为什么教咱的祈祷文内底，教咱祈祷，伊讲愿你的国降临。耶稣教咱对天父上帝祈祷，爱讲愿你的国降临。即句话的意思，当然，亲像耶稣所讲的，亲像新约圣经所甲咱讲的，上帝国要临到，上帝要掌权，这是上帝的旨意。就算讲咱无安尼祈祷，这已经是上帝的旨意。伊的国要降临，伊会伫地上完全来掌权。但是耶稣爱咱对天父祈祷的时阵，咱持续祈祷，愿你的国降临，是愿上帝的掌权降临伫你我的心上，伊掌权伫咱的性命，伊掌管咱的性命，这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所以咧，当咱听到讲上帝国伫咱的内面，即句话，咱莫误解，想讲咱基督徒家己就是上帝国的主人。咱莫误会，用咱现代国家的观念，国家属于所有的国民这款的观念，这是无同款的。所以为什么真侪传教者拢会教咱讲，要了解上帝国就是上帝掌权，重点是互上帝掌权。所以上帝伫台湾这片土地来掌权，但是伫咱逐项的事务的时阵，咱透过民主来决定代志。所以上帝掌权，甲咱台湾人自主做咱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是无冲突的。但是更较重要，上帝国伫咱的内面，就是爱咱对内心，咱爱甲上帝对话互动。上帝也是对内到外来改变咱，互咱伫面对生活的时阵，咱对内到外得到平安、快乐、信心、愿望。上重要的是有听。所以当耶稣用譬如解说上帝国，讲上帝国亲像挂菜子，上帝国亲像咱做面包的这个架面酵，就是讲上帝国的确定，上帝掌权的确定，是对着咱性命哪来哪互上帝掌权，也对着哪来哪做的人会当认捌上帝，会当领受上帝做的性命的主宰。所以上帝的圣国是哪来哪扩大，亲像挂菜子、细粒种子，成做大树，亲像面角，这细细一块的面，这个面团发角了后，变做真大的面包。所以入面下这上帝国的确定，就是对着咱信仰哪来哪成熟，咱互上帝掌权，哪来哪彻底。当咱信仰哪来哪成长，咱对耶稣有哪来哪做的委身，咱谦卑互伊来引带，咱顺服伫上帝圣神的引带，这就是上帝国的确定。另外一款上帝国的确定方式，
这可能对咱教会是更较重要的，是通过会当有更较侪人互圣神来充满，更较侪人会当靠着信仰来过生活，来面对生活的挑战。这就是上帝国是通过人传人来扩展。讲着人传人，这伫过去几冬，这个 COVID-19 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期间，可能咱听到人传人拢惊要害。但是上帝国要扩展，毋是通过武力，毋是通过野钱去办一大堆活动，然后无人感觉啥物。上重要，上帝国的扩展是透过有更较侪的人领受圣神，有更较侪的人愿意改变，无阁有干那为着家己在活，是靠着信仰来活，是互上帝引带来活。这就是上帝国的扩展，这就是上帝国是人传人来扩展。这是为什么咱每一个基督徒？其实咱应该拢爱伫咱一世人的中间，咱至少会当鼓励某一个基督徒，还是某一群基督徒，对咱的性命有真大的影响。可能是教会一个兄弟啊姊妹，可能是教会以前教会一个长辈，还是某一位传教者、某一个长老、某一位执事。也是一群人，想讲学生时代，每一遍来教会参加聚会拢真欢喜。为什么？因为教会30年前真单纯，教会有爱餐，教会常常办一寡有食阁有掠的活动。30几年前的学生就是遐尼单纯。当然，即马时代改变，但是对阮即下呢，可能对伫生命的改变。就会想到遮个信仰前辈伫学生时代安尼照顾阮。我想咱在座大家应该拢想会到某一个基督徒、某一群基督徒对咱生命的改变、生命的影响。这就是真重要的一个观念。上帝掌权、上帝国的扩展是透过人传人。当然，人传人无拄拄是讲，你拄着人就一定爱伫遐卖书业务安尼，伫遐就一开始就推销，当然别人会烦啦。上重要，人要影响人，讲正确的，毋是人影响人，是透过咱作为媒介，上帝去影响人。所以，咱是一个媒介，透过咱言行举止，咱所讲所行，互人感受到，互上帝会当来影响。所以，咱爱知影，因为上帝国是通过人传人来扩展，所以咧，咱基督徒实在讲爱有勇气、勇敢来用听见证上帝的恩典甲慈爱。我讲勇敢，可能我听讲伫台北市，咱即马拢喊伫讲安尼，足自然甲厝边头尾安尼拍招呼啥物啦可能我真久无住台北是安怎？我感觉怪怪安尼所以我常常一直咧强调。耶稣讲，人爱疼厝边亲像家己，莫想啊真严肃，想啊真大的计划，真简单，厝边头尾拄着拍一个招呼，一个笑面，这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上简单会当做的，有啥物困难？你想咧，今仔日一个业务。要甲你推销物件，结果伊甲你无一个笑面，你敢会买？用安尼上较极端的，就是安尼。今仔日一个推销
无论是保险，也是推销一个产品，结果伊无互你笑面，你敢会买？啊，今仔日咱还未讲到传福音，煞甲厝边头尾无办法伫遐有笑面拍招呼。这有时阵咱咱伫教会久，咱想讲传福音想啊真严肃，真大个计划，一定要准备啥物物件？啊，其实真简单呢，互别人看到咱。甲普通人无共款，就算讲台北市即个都市化，互咱甲足济台北市或者是都市人，已经无甲厝边头尾迄直接啊。当咱基督徒用咱家己的行动实践耶稣爱咱，疼厝边亲像家己，从最简单的做起，对咱的厝边头尾做起。一个笑面，拍一个招呼，三不五时问一下，我就讲啊，咱厝边应该是有即个长辈老大人。你看伊今仔行路一摆一摆，你甲伊问一下，问讲啊，你骹无爽快吼？啊，伊通常就开始讲话就讲会起来啊啦。你莫想讲因为即马真侪老大人家己大，啊，其实。因足期待，咱安尼甲伊请安一下，甲伊问一下，所以咱要知影，上帝属国是透过人来传，人来扩展，所以咧，咱莫看轻咱家己，咱嘛莫看轻咱所做的，就算讲咱感觉家己口才歹，就算讲咱感觉咱家己有可能。信主无偌久，所以咧大道理讲袂清楚，讲袂认得。但是当咱甲咱四周围的人拍招呼，你用笑面来对人，我想这就是福音的经济种落去啦。但是当然，咱无可能永远伫遐干那。种经济落去，然后咧无去管压，所以咧，我想上帝国要扩展，透过人来传人，真重要。就是咱嘛爱学习，咱总是伫咱的生命的中间有会当分享的。大生咱就是爱明白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到底做了啥物，做过啥物，以及。对伫耶稣基督，即个信仰，互咱的生命有啥物改变？咱先明白，咱先想好清楚，甚至咱超吹。我想咱今仔日到伫即马的现况，真做一个基督徒，有规律的信仰的实践。我想咱一定会当伫咱过往。过去讲毋对，过去的生活中间，咱一定超出会到上帝怎样改变咱的生命。这个信仰怎样引带咱行过困难，行过挑战，咱先超出爱明白，安尼咱以后不只是。福音经济种落去，透过咱的分享咱的生命，分享咱生活的过程中间，基督信仰怎样带领咱、帮助咱，咱安尼一步一步来分享。我想，咱每一个人就袂阁讲咱拢无做福音事工。咱拢无做福音事工，也是继续伫遐讲，丢到教会拢无会传福音，无啦。若丢到教会无会传福音，也无需要徛伫遮。若丢到教会无传福音，咱大家袂徛伫遮啦，对无？真有偌济
爸母是大人是基督徒的，嘛无后来拢无去教会，无参与伫教会活动，甚至放弃信仰。但是咱犹原徛伫遮，坐伫遮，这就表示咱长老教会一直有迄做福音事工，伫咱基督徒彼此志接的中间，彼此关怀的中间，这就是福音事工啦。所以这牧师一直想要强调这点，莫一直伫遐对人去讲长老教会无传福音。那长老教会无传福音，咱无可能即马即个时阵，咱拢伫遮，因为咱一生的中间一定有咱的信仰前辈，也是咱的主内兄弟姊妹，有帮助着咱，有引带咱来认捌即个信仰，所以咱坚持伫信仰的中间。咱用行动，用做伙敬拜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慈悲疼痛。所以咱要知影上帝国、上帝国、上帝的国度、上帝的掌权。咱有一句话讲：地上天国，地上天国，也就是耶稣所讲的、所教咱的。你的国临到，上帝国临到，地上天国，地上的天国，就是其实你我诚做基督徒，咱是活伫上帝的掌权的中间，咱是有上帝掌权引带咱，改变咱，所以咱。真正诚做基督徒，咱莫看轻咱家己，咱也莫忘记即信仰伫过去对咱的帮助。咱是怎样的英雄耕耘，互咱下当有份伫邀请别人，甲咱做伙来踮伫上帝的国度的中间。做伙互上帝来掌管咱的性命。倒手边是马街，马街替人挽喙齿，传福音。正手边是中部，台湾中部的福音教会的起座，传福音的先锋梅干部。梅干部牧师，伊是甲咱台湾医师做伙配合，伫中华、台中、南投遐附近，台湾中部地区伫遐传福音。北部大省就是马街牧师，甲遮个早期的加拿大宣教师，咱南部咧。对伫马雅各医师开始，然后李修才会甘威廉，甲巴克勒才会早期的英国宣教师开始福音事工。这就是上帝国的确定，透过你我的行动，透过你我所讲所行。伫咱的四周围的人中间，诚做一个上帝会当改变世界的一个媒介。落去遐这，当耶稣爱咱祈祷，愿主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就是伫天里。这互咱思考一项代志。会当讲，所有的宗教拢有可能拄着一个陷阱，一个危机。咱基督教的教导也是同款，就是真容易把信仰生活过度简单化，煞变做是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
一款真简单化，也是讲过度简单化的一款教条式的宗教，就是足侪条文，啥物会当做，啥物袂当做，然后你生活规工来想，就是条文中间啥物通做，啥物毋通做，所以规工生活就袂输。开车去外口，然后咧一台检察车对伫你后壁，你就毋知影哇，我安怎开车啦？速度速限50，我到底爱开49，还是照平常时冲到60？想讲无要紧。你若安尼过生活，实际上真痛苦。所以，咱的信仰好亲像毋是即款过度简单化的教条，啥物会通做，啥物袂通做。食饭前祈祷，食物件前祈祷。有人讲笑话讲烧的爱祈祷，冷的毋免祈祷。所以热天去食串冰，就讲毋免祈祷。你热天咧，寒天。你想要食甜的物件，你去食烧仙草，价小差不多，但是哇，今仔日就有迄个有人会讲，哇，庆烟烧安尼烧仙草爱祈祷，敢真正是安尼啦，敢真正食物件前的感谢祈祷的意义，就是在伫遮，好亲像毋是。感谢的祈祷是咱表达讲，咱知影一切拢是上帝手术，咱知影是上帝的恩典，互咱得到这一切，毋是讲伫遐分别，啥物祈祷，啥物毋免祈祷，食串冰毋免，烧仙草，热天串冰毋免，寒天烧仙草就爱，拢毋是。正长拢是计数差不多，哪会有种奇怪的规定？我到今拢想袂清楚。囡仔时代哪安尼教？落去兄弟，信仰生活的动力，应该是对伫咱要回应上帝的恩典，以及咱互圣神来引带。所以，咱真正爱对上简单的做起。有人讲教会要安怎传福音，基督徒要安怎传福音，咱就对上简单的耶稣教咱上重要的诫命，听厝边亲像家己。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甲咱讲，这是我的命令，就是恁爱彼此相听。所以听厝边，搁爱彼此相听。这就是上基础的，上基础传福音。所以有时阵加减伫教会的过程中间，可能拢有一寡代志，不止互咱会伤心，会互咱的兄弟姊妹感觉信仰跋倒，甚至伫教会外也有一寡流传言。风声真正要安怎？耶稣新的诫命，咱拢真够背，但是咱背了后，敢有吸收着？听厝边，彼此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耶稣安尼教咱。耶稣讲：“这是我的命令。”落去兄说，咱基督徒是通过听心对待人来军队圣神的引带，这就是耶稣爱咱，达成这个诫命，咱完成这个诫命。这就是咱做任何代志的一个标准。
所以讲到讲，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什么是信仰原则？其实上帝会听就是答案。上帝会听是这一切的答案，毋是大声去想讲变教会法规，毋是大声去问讲问外口其他教会讲恁拄着即种代志，恁拢安怎做？其实大声咱爱思考的是上帝会听。所以咱做任何代志，咱诚做基督徒，咱做任何的代志，咱拢不断问咱家己，也是事后咱安尼反省咱家己，安尼做敢是表现出上帝的听？安尼做敢是表现出上帝的听？安尼做敢是真正帮赞着别人的欠缺？对人敢有帮赞？这两个问题是咱做任何代志，也是做了任何代志了后，咱不断爱问咱家己的。所以主祷文，主耶稣教咱的祈祷，教咱祈祷讲，对天父上帝讲，愿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即句话就是要强调，咱基督徒爱伫生活的中间活出上帝的旨意，就是听上帝的听。所以咧，上帝的听四字讲起来简单，但是咱拢爱承认，这真正是真困难，甚至常常代志过了后。咱问大大迄个问题，安尼敢表现出上帝的听？安尼敢有帮助着任何人的时阵，常常家己拢会感觉真欠缺，感觉家己真，甚至有时阵感觉家己真见笑。咱大声耶稣提醒咱，爱向天父上帝祈祷，愿主你的旨意伫城，就是爱咱。爱努力伫生活的中间活出上帝听的旨意，所以咱大声是爱咱求天父上帝、求圣神、求主耶稣基督，大声改变咱家己。咱大声改变咱家己，咱莫只有想讲。要强迫别人来改变，咱大声爱求上帝改变咱家己。所以等于下这这漫画啦，爱人如己。所以咱做任何代志的时阵，爱亲像有一个镜。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咱活伫台湾这个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真大的所在，这大家拢知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有时阵，咱敢有可能煞因为想别项的代志，连这上基础。非基督徒拢知影爱做的事，咱煞袂去做。咱想讲我们有更崇高的理想，结果咱的基础拢袂去做，直到咱有可能捌做过伤害人的行为、无利益的行为，甚至表达出来的毋是上帝的听，反倒等是人的不足。是人的恶，所以等于这，咱的祈祷无应该只是这个讲话，也是思考这款心智运动。心智运动是啥物？就亲像苏都口安尼你写的排列数字多少都要一样也是这个其他的益智游戏连连看，毋是咱祈祷
其实会当大个改变，亲像主耶稣教咱的，基督会当改变咱，基督会当改变咱的生活，因为上帝的国降临，上帝掌权临到咱，甲伊的旨意会当得成成全。透过安尼，上帝临在，甲上帝的掌权，是拢会当透过咱的祈祷，不断提醒咱家己，不断操练伊的临在，伊的掌权，进入咱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中间。所以，咱着军队圣神的引带。咱用咱所讲所行，用咱贴心的行动，咱彼此相对待，并且对咱身躯边的人，对咱的厝边头尾，咱的同事，咱家庭的成员，咱的朋友，甚至伫路中拄着咱无熟悉的人。咱透过咱所讲所行，对众人见证上帝的慈悲疼更较稳定。咱做伙按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的智慧是遮尔啊完全，超越阮个人所通认捌了解。你的道理。也是有遮大的气力，通改变阮本来所想的一切。你互阮日日来换新，日日来成长。所以，阮恳求主你时时刻刻显明伫阮的内心，提醒阮。阮是有主理掌权，是有主理圣神的引带。恳求上帝，你互阮愿意，互主理引带，互主理改变，改变阮所讲所行，改变阮对待人的方式，改变阮家己的思考的模式。互阮凡事拢是想着有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阮怎样来行动，才会当互主你的疼痛显明伫阮身躯边的人。你的疼也会当伫阮所住的所在。来互众人来领受，愿主你看顾、保守、甲教导阮日常生活所讲所行的一切。你的圣神提醒阮、帮助阮，也愿主你的旨意伫成。愿这片土地拢会当亲像。有主你亲自掌权同款，充满疼、稳定、公义甲和平。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只咱三个来念回应的圣诗，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注点身边，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最上帝护事，满心欢喜。救主用宝血洗我清气，当我爱保养，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当我爱保养，每日而乐，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三个起立来念。我心大欢喜，主点身边。
谢谢。下面咱要来奉献，咱请秋妹执事甲余阳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下主日是文艺时光纪念主日。公报社安排江志浩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本会叶牧师要前往南势角教会交换讲台。第二，七星中会第73届第3次的中会议，明仔载要10点，伫马街病院9楼召开。本会牧师甲名誉长老来代表出席。第三，明日拜五下暗7点半，教会会查经祈祷会，6月份主题是经文信约，约翰1、2、3书吼，请教会兄姐用来参与。第四，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咱甲牧师也是中级来讲吼，来安排。下主日文艺时光纪念主日的内容，咱请家己看。过来，咱看倒手边的部分，聚会活动主日上午礼拜10点，圣歌厅联唱主日上午8点45分。拜五有查经祈祷会，下暗7点半。插会班每个月一届，上午10点。查经祈祷会章节吼，你约翰即礼拜要查的是约翰1书3章第40到第10节。过来先讲事项的部分，本周交代是帮师乡甲春节，插会是插会班，青少是宴庆节。后礼拜讲道江志浩牧师，书会是余阳执事，书琴师娘演唱与信箱，书献是我本人甲余杰执事。交代是素琴节甲平常乡，插花是杨长老，青少是名誉长老。过来顶主日奉献甲迄个出日奉献的部分吼，然后出日暝请讲我也是向秋妹执事来见证。过来咱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一届，咱就会读2摆，用华语读1摆。各用譬如甲因讲，天国亲像架，有人摕去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到拢发架。来，咱就会来读。譬如甲因讲，天国亲像架，有人摕去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到拢发架。各用譬如甲因讲，天国亲像架，有人摕去放伫3斗米粉的内面，到拢发架。他又对他们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回应3章2节。
来，咱下面咱互相搁一个请安问好。来，咱三个来用上个圣诗396首，圣诗396首。咱三个起入来用。阿弥陀为救主所好，我万心中上快乐。我的别人亲爱无从，我的君最终他我，最终他我，最终他我，因为同样主所罗，灵更万变归主性命，从我心起变亮亮，天地广博宝贵修行，心变为主最坚定，最主坚定，最主坚定，无论何地最更变，高会无念对万罪己，所修炼魂拿给你，万念心心救主往生，那苦那在问不完，问遍不寒，问遍不寒，不等生活到世高。咱就爱互上帝伫咱的内面来掌权，每一日改变咱，每一日互咱会当成长，每一日互咱会当对内到外，将上帝的听较稳定，会当显明伫众人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听堂，以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